世界原來過程係生活必須要接受嘅洗禮，有回憶回味係種美麗。Life goes on， 我哋喺實驗室裏面有你冷淡，玩緊實驗驗緊 right or wrong， 發誓實驗究竟 we are strong， 有可能係實驗唔係實驗，直在亂講，這個實驗證實失敗，唔需要失眠，因為呢個世界有咁多謎題有問題，解極都係解唔晒。Alright， 擺低所有希望 ，Oh my， 遺忘自己仲有願望，但係冇乜所謂，依然可以繼續漫遊另一個世界，睇你點睇 ，Just lay back。That's right，人一世物一世，冇人會想成世困喺自己困擾嘅生活問題，但係現實有幾多對手可以將佢擊敗失敗？有邊個可以重新再嚟？邊個唔想發達兼發圍？唔想捱油有冇咁多優惠？捱極得個吉有冇可能冇乜所謂？通常問題究竟係咪人為？有人太過收買，太過自閉，係咪壓力太大，諗得太壞？有啲弊又賴社會嘅問題，問題發生又總有兩睇，你又點睇？我係無迷，暫時未能環遊世界，但係我有音樂讓我漫遊愉快，唔怕淘汰，唔怕金融海嘯，但係淨係怕你猛咁催我叫我快。